高強度運動逆轉心臟老化20年。一項由美國醫學中心進行嘅研究顯示，對於50歲無運動習慣嘅人，如果進行為期2年嘅高強度運動訓練，心臟結構會出現驚人嘅逆轉，令心臟年輕20年。年齡增長，人嘅心臟會發生結構性變化，心臟體積會變細，心肌會變得僵硬，令運動能力下降，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參與研究嘅50歲人士每日做20至30分鐘嘅高強度運動，加上低強度運動，最終達到每周高於低強度總量4至5個鐘，再加上每周1次嘅挪威4×4高強度間歇訓練。想認識挪威4×4訓練方式，請參考我哋艾格健瘦體適能另一個詳細介紹視頻。2年之後，參與研究人士嘅心臟彈性增加，體積變大，整體狀態接近30歲。高強度運動對於降低血壓嘅效果亦非常顯著，甚至可以同抗高血壓藥物相比。血壓控制得好，唔單止對心血管健康有幫助，仲可以大大降低老人痴呆症嘅風險。正確運動需要專業指導，進展亦需要循序漸進，不能操之過急。希望大家青春常駐。